Hello 先生，Hello 太太，你好你好，我名 Erina，我而家45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三個小朋友，一個仔兩個女。我以前就喺香港2年，照顧小朋友，放學，跟住喺澳門十四年，之前我照顧小朋友。照顧 BB 6歲到6歲啦，跟住之後清潔屋企、破洞、掃地抹地咁樣咯，煮飯煮餸咁樣咯。跟住之後到六年啦，我喺嗰度。跟住之後我做照顧爺爺2年，照顧嚟爺爺都得2年。我都要 stay in stay out OK 啦，唔緊要。唔該晒先生，唔該晒太太，see you。